张三丰怎么也没料到少林空相竟会突使毒手，即使他身受重伤，依然能快速反击，一招摸头杀就击毙了少林空相。接着佛尘一挥，将其尸体扫飞数丈之远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纵横江湖一生，没有想到着了假空相的道。此时的张无忌看出太师公显然是伤到了脏腑，正当他准备表明身份要给张三丰疗伤时，这时一位弟子来报说，明教大队人马攻上了武当山，扬言不仅要踏平武当派，还要活捉张三丰。想必刚刚那假空相就是明教假扮来取他性命的。可如今张三丰身受重伤，武当派又群龙无首，避免武当派绝学失传，他决定将太极拳和太极剑传给于代言。蓝雀尾，单边，提手上势。张三丰一边演示一边讲解其中要领。张无忌目不转睛地观看太师公的演示，起初他以为是太师公故意将招式演得缓慢，好让于代言看得更清楚。后来他才明白，这太极拳竟是以慢打快，已经制动的上乘武学。张无忌有九阳神功在身，只看了一遍就领会了太极拳的所有招式。反观于代言只明白了3、4成。张三丰听后不禁感慨，倘若五弟子张翠山尚在人世，凭他的悟性肯定能完全领会这套拳法的精髓。他叮嘱于代言一定要忍辱负重，将这套拳法传承下去。说完便带着人马来到了大殿中去见明教众人。教主到！拜托，原来一切都是他的捣乱，难怪少林派会一败涂地。为了不被赵敏认出，张无忌抓了一把香灰涂在脸上，而赵敏自称是教主张无忌今日特意来讨教张三丰的武功。张三丰却一眼就识破了赵敏是女扮男装。张真人，您真是好眼力呀，一看就知道我女扮男装啊。贫道的几个徒儿不自量力，曾赴贵教讨教高招，迄今未归，不知他们下落如何，还请张教主明示。为了刺激一下张三丰的伤势，赵敏直接说出宋远桥等人已经被他囚禁起来，殷离婷的4肢更是被少林大力金刚指折断了，终身残废。张三丰一听这话，顿时心头一痛，伤势更加严重。赵敏看见他嘴角的血迹，便知空相已经偷袭成功，于是毫无忌惮说出他明教已经加入朝廷，只要张三丰肯归顺朝廷，他不仅立马放了宋远桥等人，还会加官进爵。可张三丰虽是出家人，但也知道当今皇帝残暴，于是直接拒绝。眼见张三丰不肯归顺朝廷，赵敏就要将他们一并带走。就在这时，突见一位轻功绝顶之人飞进殿内。明教张教主坐下，晚辈韦一笑参见张真人。久仰轻易福王，轻功绝顶，世所罕有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呢。韦一笑一来就拆穿了赵敏假扮明教教主张无忌，紧接着又一个胖和尚飞身来此，正是奉张教主命令特意赶来相助武当派的。明教张教主坐下，游行散人布袋和尚说不得，参见武当掌教祖师张真人。就凭独鞭符和一个臭和尚，成不了什么气候的。再加上我呢，白眉鹰王尹天正。这个头戴劳斯莱斯车标的男人，正是明教4大法王之一白眉鹰王尹天正。这一路上他骑死了8匹马，特意赶来相助武当派。张真人，晚辈斗胆叫一声亲家，请恕罪。我徒儿张翠山和你千金殷素素已结成夫妻，你叫我亲家，那是理所当然的了。赵敏眼见明教的高手一个接一个的来相助武当，顿时破坏了他筹划许久的计谋。可今日好不容易将张三丰打成重伤，倘若今日不趁此灭了武当，以后就更加棘手了。